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lliam，我而家身處喺新鴻基西沙灣全新兩房開則嘅示範單位，約1萬蚊尺起，平過周邊二手市場尺價。同上一輪銷售安排一樣，都係以抽籤形式發售。首先我哋睇呢個416尺兩房冇走廊套廁設計。呢個 Locky 嘅智能門鎖有幾種不同嘅方式開門。客廳係長直廳，比較容易擺放家私。廳嘅另外一邊近門口位置係開放式嘅廚房。L 型嘅工作台面配備電磁爐。家樓標準已經預備咗呢個架，可以擺放調味品、碗布、手套呢啲廚房用品。隨樓附送西門子嘅抽油煙機。抽油煙機兩邊都有一個置頂嘅櫥櫃。7合1智能蒸焗爐側跟係西門子嘅洗衣乾衣機。我哋一齊出去睇下全新嘅3合1環保露台，更加好使好用。將來更換冷氣機都唔使特別搭棚。呢一間主人房嘅設計相當之特別，除咗有落地嘅大玻璃，增加採光度。客廁增加咗個趟門，變成套廁設計。採用淋浴式設計，配備咗 Panasonic 浴室寶。鏡櫃後面有足夠嘅收納空間，可以擺放美髮用品、風筒、鬚刨。好，我哋一齊睇下另外一個458尺兩房3合1環保露台嘅兩房開則。客廳都係呈長方形。今次呢個廚房有3面嘅工作台面，側跟仲有個層架擺放調味品，同樣都係用電磁爐。星盤上面有個喐得嘅擎水格。廚房兩邊有入牆插頭，方便使用其他小家電。一排嘅吊櫃有大量嘅儲存空間，擺放碗碟。飲完食完呢杯碟可以擺喺度擎水。蒸焗爐同洗衣乾衣機整齊收納咗喺櫥櫃裏邊。隨樓附送德國 Bosch 嘅雙門雪櫃，身體非常貼心，會根據廚房嘅方向配備左較或者右較嘅雪櫃，方便住戶日常使用。咁樣喺雪櫃一拎菜出嚟就可以喺側跟嘅星盤去洗菜啦。設計非常之窩心。最後我哋睇多次成個 U 型工作台面嘅廚房。客廳兩邊都有電視插頭，業主可以根據自己喜好擺放梳化同埋電視。3合1露台更加慳位好用，可以擺放露營燈，得閒飲返杯咖啡，睇下個靚景。通過走廊可以去到各個房間。呢個主人房設計同樣都有落地嘅大玻璃，一起身就睇到醉人靚景。而另外一邊都有窗，門後邊仲預留咗位置，可以做個置頂嘅大衣櫃。高樓底嘅設計增加空間感。近廳呢間房可以考慮做書房或者小朋友房間。客廁為明廁，保持空氣流通，同樣都係採用淋浴式設計。多謝睇到最後嘅你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。如果唔想錯過下次嘅短片，記得撳埋個訂閱掣。